體用過嘅連上嚟好用嘅話，鳩俾我知。而且用完之後，你成塊面好似係嗰啲嬰兒機咁樣，即係好。係你用過嘅，佢即刻會顯示你對面靚唔靚噶啦。我對面冇搽過嘢噶啦，我俾你睇睇我對面靚唔靚。用完之後我靚唔靚鳩擦。嗱，如果你想對面靚嘅。10到20秒就開始起泡噶啦，係10到20秒，然之後咧，你可以隻手都得嘅喎。如果我哋嘅角質層好犀利，角質層好犀利，我啲皮膚唔夠滑嘅，唔夠靚嘅，鞋雜雜嘅，好多死皮嘅，我哋好多污糟邋遢嘅嘢嘅，我哋一個星期用佢2次到3次，特別係我哋平時從護膚品嘅，你自己睇下靚唔靚。嗱，我整幾分鐘之後，你睇下我個靚樣係咪靚到閪咁樣嘅？靚，攞個，我唔係叫你攞連鏡。我叫你攞之後啲皮膚好滑啊！你起咗泡之後咧，你就捽佢。嗱，起咗泡之後咧，你要捽佢，你要咁樣捽佢，佢先會將啲邋遢嘢咧去攞出嚟嘅。捽完之後咧，佢就會等下咧，我同你講，你啲學生哥啊，同埋唔乾淨嘅，你就咁樣去捽啊，捽到咧，嗱，佢又起泡啦，捽完之後佢又起泡啦，佢就喺度咧氧化，養到你啲毛孔咧好靚嘅。對唔住啊，我唔講粗口啦，對唔住啊，我錯啦吓，上次買咗嘅洗完咗係咪？有冇人用過？嗱，佢又養翻出嚟，你就洗，你洗完之後咧，佢會反覆起泡，洗到佢唔起泡為止。呢個係面膜嚟噶，咁然之後咧，佢就會好似包咗一層光咁樣，佢變成咗牛奶機。佢越洗咧，我啲皮膚就會越靚啊！我哋嘅身體啦，我哋手啦，我哋肚啦，我哋都會好靚嘅，睇唔睇到？真係好好用啊！我之前個星期都要去美容院做1次清潔噶，而家用咗呢個咧都唔使去啦，用呢個小氣泡自己清潔。你哋想唔想試？嗱，我差唔多啦，而家差唔多啦。佢敷幾多分鐘啊，梁仔？佢即係你積咗上去之後，跟住佢起泡，跟住你就捽佢，捽完之後咧，大概5到6分鐘你就可以洗噶啦。佢反起泡嘅。你攞個濕紙巾過嚟俾我啊，或者乾紙巾。嗱，你睇清楚啦，我等下抹佢，你就會見到我好靚噶啦。佢會反覆咁樣咧，將你嗰個打開你嘅。佢嘅黃氣，我哋人老，我哋30歲之後咧，我哋對面會有黃氣噶，黃冚冚嘅，嗰啲斑仔多嘅，氣色唔好嘅。我等下我打開我自己個靚樣俾你睇下我靚唔靚。嗱，你睇住啦，我攞包濕紙巾，我抹鳩實咗佢。嗱，我等過咗5分鐘未啊？差唔多啦。嗱，一般咧，我哋用幾多分鐘？一般我哋5到8分鐘，跟住你洗面就得噶啦，5到8分鐘。跟住咧，但係時間關係咧，小娟即係為咗展示俾你睇啦。係啦，我俾你睇睇啦，我俾你睇睇。捽咗就有啲粒粒嘢嘅。係，捽咗就有啲一粒粒嘢，啲邋遢嘅嘢全部洗晒出嚟。係啊，都係咁，我用都係咁樣，好好用啊呢個。嗱，你哋自己睇下有冇區別？光亮亮，光咗好多。你睇唔睇到？即係你而家見唔見到啊？小娟塊面咧有半邊面係好靚嘅，睇唔睇到？佢即刻可以有展示嘅，光白，即刻可以咁光，好似拋光咁嘅。你攞連鏡俾我睇睇，清潔咗啲邋遢嘢咯。呢邊會緊緻啲，然之後咧佢會好靚，白咗一個弧度，白呢邊係會白啲靚啲噶啦。你睇清楚未？但係身體都可以塗嘅，佢呢個身體你全身都可以塗嘅，因為佢入邊有乜嘢咧？佢入邊咧有谷胱甘肽同埋葡萄籽提取物。我同你講，你用咗之後咧，佢好似拋咗光咁樣啊，係拋咗光。仲有我哋嘅木瓜蛋白酶啊，木瓜蛋白。佢嘅木瓜蛋白酶咧，佢可以令到我哋嘅皮膚 Q 彈。我講真嘅，用過嘅打個1之前啊，嗱，我哋呢個面膜，嗱，我同你講，佢即刻收緊噶，佢用咗之後收緊嘅。你睇下，我呢邊面會肥啲，呢邊面會瘦啲，呢邊面咧會白啲，呢邊面咧會冇咁白嘅，即刻會拋光，即刻會拋光，即刻會白。你用過嘅嗰日就會靚。冇錯。隻西我塗得唔得？你塗你就唔好，我唔建議你塗隻西啊。我之前賣咧，我係99蚊9咧，我係3盒嘅，係咪？我今日上嚟，我再送多乜嘢咧？我再送多一個面膜俾你哋試用。咁咧為咗30幾蚊，係咪？係。咁然之後，你哋上次話俾我知，你哋買嘅係99蚊，係俾多1盒你哋嘅。但係上次咧係搞活動，唔識用啊！你買咗佢之後，你就咁去用一次，捽一次，有泡就捽到咧5、6分鐘左右，你就洗咗佢，你對面會好靚，非常之靚，佢即刻見效。我唔使3盒啊，我今日俾到大家嘅係4盒。嗱，我俾你睇睇啦，我哋嘅面膜，我用咗之後咧，我呢一邊我係即刻有反應嘅，係即刻會白咗1個維度嘅。點解？因為佢有木瓜蛋白酶，佢將我哋面上邋遢嘅嘢，平時我哋搽防曬、搽其他啲嘢，佢係好靚嘅。阿櫻桃姐，你到底有冇用過？係啊，清潔效果好好啊！呢個可唔可以俾翻之前嘅優惠啊？它有什麼好處啊，美女？
我们这个呀，它是助养、刷酶、刷菌，它能夠一次净澈、3次換亮、7次磨皮。你看你小袁姐姐，你兩邊的皮膚現在就已經不一樣了，而且緊緻度也不一樣。嗱，你睇啦，佢會收緊我哋嘅皮膚噶啦，我同你講啦，我拉緊佢啦。你堅持用，你就真的知道你皮膚呼吸是什麼感覺，什麼叫做光滑，什麼叫做細嫩，皮膚粗糙的、暗黃的、愛長痘痘的、愛長屁口的、毛孔粗大的，都去用它。你聽唔聽到啊？我哋啲皮膚有好多啲閉口啊、痘痘啊、好黃啊呢啲朋友仔。嗱，佢即刻拉緊㗎啦！你仲用咗呢個面膜，佢會緊緻，係即刻㗎。佢第一次佢就會已經拉緊㗎啦嚇。對，而且裡面添加了8D 透明質酸鈉和膠原蛋白。我們這個不是普通的酶，我們是木瓜酶、葡萄酶、SOD 超氧化歧化酶，它能夠加速我們皮膚細胞的代謝，就是讓你的細胞活躍起來。就像你一個星期，我同你講，你一個星期你用3次，佢就會緊緻。呢個朋友一個星期用3次就得㗎啦，3次你可以。如果你隻手好似我咁巢猛猛嘅啦，我俾你哋試多次。你咁樣，我是這樣好不好？我是這樣，因為呢，我們1月1號，因為好多人私聊我說要，本來呢你們是99塊錢嘛，是不是？是3盒的，再加一個試用裝，對不對？對。然後我今天呢，我就想把那個1月1號的那個優惠做了，你能不能給我4盒？哎呀，小袁姐姐，這個真的沒有辦法做。我們這個品，你想啊，我們是韓國原裝進口的品。嗱，你睇清楚啦，我隻手好差噶啦，我呢隻手係咁樣嘅，你睇清楚啦。我俾你睇睇嗱，我而家知道韓國嘅護膚品咧，大家都知道好矜貴，好好噶啦。成本真的很高的。嗱，我哋而家做嘅係複購率啦，你等下睇睇我隻手啦，佢又開始2次清潔我嘅毛孔噶啦。它在不斷的給你助養，你現在你聽啪啪啪的聲音，它有1萬幾個微囊小氣泡在給你的皮膚助養。你睇清楚，微囊小氣泡很好用，你給回我們的優惠啦。你睇唔睇到？你睇唔睇到？佢又開始噶啦，係，佢又開始咯，佢氧化，因為我隻手邋遢。這個在院線都是明星產品的，明星項目的。因為我哋做嘅係複購率吓，你16歲嘅，你青春期發育嘅，你好多痘痘嘅，你皮膚好黃嘅。嗱，你睇清楚啦喎！我個大女都有叫佢用過啊，我個大女都有叫佢用。我而家抹咗佢俾你睇睇我隻手好唔好？你等佢吸收耐啲會更加明顯㗎。嗱，等佢吸收耐少少啲好唔好？刷酶刷菌，女孩子一定要去刷酶刷菌。嗱，你而家兩隻手嘅顏色都已經有隻手白啲啦，你搽咗。你睇清楚我隻手邊隻白啲嗱，我等下抹咗佢啦，抹咗佢。而家已經睇到白啲。你看，你睇下你隻手即係手背同埋你個手背同手臂都已經係唔同顏色啦。你等等啦。手背同手臂都已經有啲顏色嘅區別。明顯的含水和含氧量、膠原蛋白量都是不一樣的，明顯的。睇唔睇到啊？你快啲問下佢上咗佢，唔係我驚你違規啊！你咁樣好唔好？嗱，我跟住我違規嘅，你這樣好不好？直播間嘅朋友仔想要嘅，因為我想將1月1號呢個優惠做咗佢，係即刻見效，係即刻㗎。你自己可以查下我哋嘅刷酸嘅嗰個小氣泡面膜，你喺韓國買或者喺邊度買你幾錢？但係今日如果你入到我直播間嘅，我99蚊，我要求佢俾多1盒我哋，行不行？不行，小袁姐姐，那不行就沒辦法了。不行，那我問一下你有沒有優惠券？沒有吧？沒有優惠券。那你沒優惠券是不是？你1月1號你要不要做這個活動？如果你要做的話，我沒時間跟你做，是不是？你就答應我們啦。要不要？要你就給我多少份就好了，我刷完了我就算了，我給有需要的人，沒需要的我不賣給他。哎呀，小袁姐姐，上次因為是首發。我知道你是首發，但是我平時我也賣99塊3盒啊，我剛剛也說99塊3盒，他們在櫥窗買就是99塊3盒，再加一個試用裝。然後你們今天來了，你就在我直播間，今天你能給我多少份？然後我直接上了，我後邊我還是給你上99塊錢3盒，再一個試用裝，可以嗎？你今天就給多1盒我，就在我這個直播間。小袁姐，那最後一次20份。那20份的直播間的人哈，直播間嘅人，如果你有痘痘嘅，你皮膚暗黃嘅，你睇下我隻手係咁樣嘅，你要唔要試下？用完之後你又即刻睇到嘅，佢注咗氧入去你嘅毛孔嘅，你想試嘅，1個星期。